好，咱们再来1个小时啊。下边第5句，137页第5句。腿腿时间腿跟这个时间是同位语，那个时间，是在那时候，在那时候怎么样呢？假别你听醒，甲是甲那，是汉地的简称，就是本来是甲那，就是穿黑衣服的人的国家啊，那个是黑的，甲是国家地区，他呢就取了这个甲那，就取了甲，这样就没有那个就是那个特点了，但是呢，它这个地方就代表甲那。然后这个撇是藏地，这样的话呢，说汉藏就说甲别，甲别，这就是甲那跟撇合起来，甲别就是汉藏。两地，汉藏两地。均咱们也学过一致，均是一致，和睦相处，就是关系很好，这意思。说在那个时候，汉藏两地呢，这个和睦相处，行是还有其他情况。下边，这话3万日军位，这话是相连接，关联，就是有联系，这个那时汉藏两地呢，和睦相处，这个相互的关系呢，桑瓦就是很好，关系很好。桑瓦就是它的形容词了，关系是很好的。囧是出现升起，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。哇日那个就是出现了前面的情况，出现什么情况呢？就是汉藏两地呢，和睦相处，关系很好，出现了这个情况。下边，那么啦尼达松吉塔，那是天空，啦在天空上，你就是太阳，你妈是太阳，你妈读这个弱化一点就读你妈是太阳。打哇后边那个打再加一个爬，打哇是月亮。拧达就一下拧达，因为那个打前边这个就发那个带一个 n， 所以呢拧达呢就是日月，在天上日月。怂呢是2的意思，1、2、3的2，双对儿，2双对儿这个意思。既是一对儿一双，唐是跟后边一个连接词，说那个时候汉藏关系很好，然后呢这一个有这么个说法，说在空中呢有一双日月，在空中日月一双，这就是比喻这个就是关系好的一种比喻。下边萨拉赞波萨拉就是在地上，那个是在天上，这个是在地上。在地上有什么呢？赞包是译音是赞普，实际意思就是国王。这个萨拉赞波就是国王，地上国王是什么呢？是云相携。先读前边这个怎么读？注意，这个经常容易读错，塔后爬抵消了，
所以就光读那个 o 是读平声高调 o 加上后边那个 n， 所以就成了晕，哎，晕相携，哎，这个就是读音呐，记住塔后爬，碰到塔后爬不要用其他的拼法，它俩就抵消了，光剩下其他的来拼。晕是什么呢？就是外声，晕是外声，哎，舅舅叫舅舅的那个人，外声。祥是舅舅，晕香就是生舅，外甥跟舅舅，谐是说法了。翻过来，扔盖多，扔是说的意思。这个说呀，有很多词儿都是说的意思。有的呢，它就是有一些微细的差别，这个在这个时候用，那个在那个时候用。这个说呢有什么意思？有什么这个特色呢？这个扔的说就是议论、诘问，就是刚才不是有一个反诘，就是一个言字旁一个吉利的吉，诘问就是反问、问难、议论，有这样的说法的意思。哎，有这个就是议论，大家都这么说啊，都这么议论。盖是这个跟那个塞是差不多，盖是传说的意思。这个盖本身就是声音，哎，盖当动词的时候，在后边盖多就是传说，跟那个塞相像。传说的意思就是没有主语，历史上就这么传下来，有人就这么说，传说的意思。这个两个合起来代表什么意思呢？盖是传说，传说呀，扔有议论的意思，就是说传说那个时候世上就流传这么一种说法，流传这么一种议论，流传这么一种评价。什么评价呢？翻回来，最后一个字是谐，就是评价的内容，议论的内容就是这个谐前边的，就是天上日月一双，地上生就，看他怎么翻的啊。地下赞普僧就，就是地下的这个汉地国王跟这个藏地国王呢，他们俩是生就关系。就是国王的妹妹的儿子嘛。啊？就说是一家人是娘家的意思，对，就是国王的妹妹的儿子嘛。对，国王妹妹的儿子，他就是他的母亲的兄弟们在这边是王子，是吧？是国王，对。后来李世民去世之后，那个谁，他儿子接班了之后呢，就应该是这个生就了，国王就成生就关系了，舅舅，对，在那个拉萨大昭寺前头有生就碑，有那个文成公主种的一棵柳树，还在那。这个语法现象还是那个盖作，就是句中词，好理解，没什么特殊的。好，咱们就来读一读啊。提提儿假别你听行，提提儿假别你听行，提提儿假别你听行，提提儿假别你听行。这话3万军位，这话3万军位，这话3万军位，这话3万军位。那么啦，您的松鸡汤，那么啦，你的松鸡汤，那么啦，您的松鸡汤，那么啦，你的松鸡汤。沙拉珍宝云相携，沙拉珍宝云相携，沙拉珍宝云相携。沙拉珍宝云相携。翻过来，人盖到，人盖到，人盖到。人盖到。好，这是一句。下边第二种这个情况就是那个陈述语句词里头呢，它除了句中词，还有一种这个情况就是什么呢？句格或者是属格。你看前边给是句格，后边呢给是属格。这个呢，他这就是说他的那个基字受前音节后加字制约，分别情况与句格跟属格基本相同，这个咱们就不说了。看它的意思，
这个句格或者是属格，就这 gi 等语气词用于句尾谓语之后，也表示陈述句语气句子的终结，就是也是跟那个多，就是那个加个那若的意思，跟它有相等的意思，就是表示句号，但是呢还含有肯定一定的意思。如果用句格跟那个属格做句中词的话，有肯定一定的意思。咱们来看具体例子啊。给包提嘎隆米扎瓦，给波田嘎隆米扎瓦，给包提嘎隆米扎瓦，给波田嘎隆米扎瓦，给包国王提那个国王，嘎敬化的敬语，龙是化，龙是咱们说过是这个传的这个经啊，传的法呀，实际上就是化。嘎隆合起来就是化的敬语，米扎瓦，扎瓦是相似的意思，相似。米扎瓦就是不相似，也就是不同的，不相同的，相似相同不相同的。后边冷松对马，冷松地马，冷松对马，冷松地马，冷是一次两次的次，一回两回的回，松是三次，三次。对马儿，这是一个副词，是连续的，一个接一个的，一次接一次的。对马儿后边诵读翁给，诵读翁给，诵是说的敬语，图表示一个方向了，因为后边有一个动词是翁是来，一个意思是来，基本意思是来，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会，将要，一个意思，既然他会来，那就是有点这个预测性质的，就是将会如何，将会来，将会如何。题在这个句格跑到动词的后边，跑到句子的末尾，表示句子结束，还表示肯定的意思。整个这句话咱们看什么意思啊？那个国王话不同的话三次连续的说翁给，就是那个国王他一定会翁给，翁是会，提是肯定语气，就是说那个国王是哪个国王啊？这就是那个格尔啊，藏族要派那个代表团来求婚了。求婚之前呢，可能这个是谁对他说的我忘了啊。假如说是国王对他说，交代说我给你3封信，到了那儿啊，那个唐王啊，他一定会连续3次提出不同的问题，你呢就连续3次的依次打开我的这个锦囊妙计，你就解了，这就是给他那个3个问题的答案啊，就跟诸葛亮似的。锦囊妙计到什么时候你打开一个，到什么时候打开一个，这个是他肯定会问3个问题，你呢到时候就打开这3个锦囊就行了。这个世间呢，感觉这个东西好像有点神秘，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要在佛教里头那就更稀松小事了，就是有一些人呐，他是可以看到当时情境的，就是未来发生事情的情景的，未来会说什么会发生什么他完全知道，所以他那就是那个没有问题的。世间有一些人呐，也会有一些这方面的本事，这不是什么就是好像不可能的事儿啊。这个话就是说，那个唐王一定会连续的说连续说3次不同的话，这句的意思。语法现象就是那个题，翁给就是一定会，就是肯定。然后看他怎么办啊？说提取数，那个的时候
苏在，就是这是一个拉宾，在那个时候，就是说他连续3次提出问题来，在那个时候，底松惹惹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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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三个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交给他的三封信。这3个惹惹就是一每个一行是像什么如什么哈，像什么，这是一个意思。还有一个意思按照行，按照这3个，按照一就是依次的，按照我现在教给你的顺序，一个一个的对是给，即是命令式，给他。在那个时候呢，在他连续3次提问的时候，你这3个给了个3封信，这3个你就按照一的顺序，按照我现在给你哪个在上边哪个在下一的顺序给他。所以你看他这个译呀，你译的时候你就得自己加字，否则的话别人就看不懂了。前边广国王他就译成唐王，后边此3就译成此3封信。你根据这个上下意思了，你得让那个人们能看明白。当然如果你是全文译下来了，有时候你可能不说也明白这个没什么新鲜的，不是没什么新鲜的，就是那个新鲜的就是那个 onge， 一定会可以用在句尾，既有结束的意思，又有这个肯定的意思，就是这么个语法现象。好，咱们来读一下啊。给包提嘎隆米扎瓦，给包提嘎隆米扎瓦，给包提嘎隆米扎瓦，给包提嘎隆米扎瓦。人松对马儿松都翁给，人松对马儿松都翁给，人松对马儿松都翁给，人松对马儿松都翁给。推推索，推推索，推推索，推推索。地松热心别记，地松热心别记，地松热心别记。地松热心别记。好，下边再看一个。罗宾白马囧那个，罗宾白马囧那个，罗宾白马囧那个。罗宾白马囧那个。罗是学或者是教或者是学，都是这一个词。宾是官儿头王。罗宾教的头教的官儿就是老师，就是老师。白马就是莲花，这是老师的名字了。囧内囧是出现，出现升起，内是地方处所，升起的地方就是来源，升起的地方就是来源。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叫这个莲花来源，就是莲花是它的来源，莲花生莲花生，因为他是大师，所以呢罗宾就译成了大师，实际上就是老师。囧内就是升起的地方，就是来源。它的来源是哪儿？是莲花，从莲花生出来的，所以呢叫白马囧内，就是莲花生大师。K 就是做主语，白马囧内这是主语，看他做什么事儿啊？是丹马九尼，丹马九尼，丹马九尼，丹马九尼。这个丹妈是咱们丹的意思是坚固，丹的意思是坚固。丹妈就是女性的词尾，丹妈是什么呢？地母。这个地不是坚性吗？地不是坚固吗？地母。什么叫地母呢？就是土地，就咱们汉地就是土地爷，就是
但这个藏地呢，这个土地爷是女的，是土地奶奶，所以呢叫丹妈，就是叫地母，就是就是土地爷，就是土地奶奶。实际上他这个土地爷呀，他是魔，他不是不是就是不是好的，就是属于邪的。有时候咱们汉地叫地起，起源的起，地起就是地神，实际上就是土地爷，是吧？就是土地啊，对，就是土地，对，就是土地啊，对。这个丹妈啊，这是土地神，就你12个，藏地一共有12个土地神，12个土地，12个土地后边怎么着呢？是塔姆拉大北，塔姆拉大北，塔是发誓，塔姆是发誓，拉是一个对于这个发誓，大又熟悉了，这是叫拴上系上。莲花生大师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？他给这12个土地啊拴上了一个誓言，就是说莲花生逼迫他们发了誓，就这个意思。他给他们记上了一个誓言，也就是莲花生跟他们斗法把他们降服了之后，就让他们发誓发愿。发什么愿呢？这儿没说他们的愿，实际上就是发这个，就是说让他们永远保护藏地，永远维护藏地，就是光做对藏地有利的事儿吧，发了这么个誓。好，下边啊，撇度母代吧，撇是藏地，图是在藏地，母代吧，记住这个词儿，外道，母代吧，外道。这个组词很难说，就咱们直接就记它外道就行了。这个组词我查了一下，母呢是边界，代呢是台阶坐垫儿，所以这个不太好联系，所以呢坐在正中间就是正道，坐的这是你记单词可以，就记单词就是要这样记，又记住它那个2个词的意思了，又把这个单词记住了。记单词可以，但是咱们讲不能这么讲啊。所以呢，就是外道，你就记母代吧，就是外道。米翁给，说在藏地呢，外道啊，米翁给不来，不会出现。来就是有出现的意思嘛，不会出现。然后 k 什么意思呢？最后这 k， 你看他这个翻译，莲花生大师已经制服了12尊地母，就是把藏地的土地神都已经给降服了，而且呢，让他们都发了誓，所以呢，在藏地啊不会出现外道，就是他们可能发誓，也可能是就是让他们护持佛法，是吧？不许外道进来，这个就是这么个意思。这个语法就是最后一个，在句中出现了句格、属格，既表示句中的意思，又表示肯定的意思，双重意思。咱们来读一下啊。罗宾白马囧奈给，罗宾白马囧奈给，丹马就你塔姆拉大白，丹马就你塔姆拉大白，撇度母代吧米翁给，好，再来一句，塔吕拉马尔梅东，现在在身体上，拉就是在身体上，马尔梅油火就是灯，油跟火一加就是灯，
东1000，现在在身体上千灯如何啊？看后边，苏贝提拉破给，苏贝提拉破给，苏贝提拉破破破破破破给，破哎，这个苏巴是什么呢？苏巴是穿孔、穿透、刺透。这个最基本意思啊是栽种，最基本意思是栽种、树立、栽种树立，这是它最基本意思。它的那个原型是足，哎，足吧。这是它的这个未来时。这个前头咱们见过这个动词，这个它一光用未来时就看着这个新鲜，慢慢熟悉啊。它的基本意思是栽东西、种东西、竖一个东西，往地上插一个东西。它的自性就是往插一个东西、立一个东西插进去。哎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什么呢？现在在身体上插上千灯，就是立千灯，在身体上立1000个灯，插上千灯的时候，破本意是落下，破本意是落下来。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它一个意思是落下来，一个意思是到达，到了。哎，落下来就是到了，到达了，就是到了在身体上插千灯的时候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那个释迦做国王，当菩萨的时候做国王的时候，他请那个招人说法，结果来一个人就说你说法你得这个供养我，说怎么供养呢？你得身上插千灯，点起千灯来供养才说法。哎，然后那人呢一般是先说半个颂子，然后呢说现在到了这个在身体上插千灯的时候了，我不能说完，你把身体插上千灯，我才这个说完。现在到了在身体上插千灯的时候了，然后啊，铺洗，这个很形象，就是戳透。就刚才我也说那个，刚才我说前边那个啊，那个戳透那个呀，那个没有戳透的意思，那个基本意思是栽上、竖立起来、插上。这个铺是戳穿、刺透。这个你听这个声音，铺，就是铺，窗户纸铺给杵透了，戳透、刺穿，哎，有这个意思。这个铺洗就是戳吧、穿吧。它怎么穿呢？实际上就是在它身体上啊挖这个1000个那个洞，就是实际上就是把肉剥开，然后放一个灯眼儿，然后点上，这就是点天灯。哎，你在咱们这个世界呢，这个讲这个世界不一样啊，人们遍计的这个习俗不一样。哎，那个你像那个是叫息骨为笔，以血为墨，以皮为纸，把那个他说的颂子记下来哈。你像这些，在我们现在的人想象这么爱护这个臭皮囊的情况下，感觉这个很残忍哈。实际上这个很多生啊，就是说这个不光是佛法，包括外道，为了求法呀，那是舍生忘死，舍命。实际上这就是舍命求法的一种方式。他这个道理啊，我是想是这样的，你这个人如果不造成这种情况啊，你那个听法受益是很小的。哎，你比如说我懂佛法，哎，你跟我们说说，一听是这样吗？啊，他这个就觉得这个不可信呐，哎，他这是一种态度。你跟他说你必须插千灯，我才说。我这是多少劫受了多大的苦哈，吃了多少的这个受了多少罪才求来的法，他一听这个就得认真了，哎，然后就得下决心了，我要不要？我要是感觉这佛法确实好，我就下这心。你想他身上点上千灯之后，他再去听他那个偈子，那个受益啊，那刻骨铭心。
哎，那个受益不一样，所以它这个是那个有实际意义的，哎，并不是说这个照我们现在人这种愚笨的这个根性啊理解，就好像说他们笨，实际上是我们笨啊，它有意义的。好，整个这一句话咱们现在就明白了，就是语法现象就是那个 pubgi， 就是说落下来到了。pubgi 就是到了，往前倒着来啊，到了拉前边，到了时候了。什么的时候呢？插铅灯在身体上。现在到了在身体上插铅灯的时候，你插吧，插完了我就说后半句。哎，它这个 key 呢，一个是这个表示这句话说完了，不是说完了，说完了一句话。另外一个表示呢，就是行了，你什么也别说了，二话别说，插吧。就是肯定，现在是肯定，你刚才说的嘛，说这个要插铅灯，现在我已经说了半句了，你现在就肯定一定得插了，你不插后边没戏了，后边不说了，哎，就有这个，就是无可置疑，哎，肯定的语气，就是二话别说，你也别说别的了，现在就该插了，push，插吧，穿吧，穿孔吧，穿孔不是插，穿孔是先在身上剜那个洞。好，咱们就读一读啊。所以你看这个，咱们现在福报够大的啊，莫法这个，还有人求着咱们，你们来听听佛法吧，啊，我们还这个还扭扭捏捏，可见这个生在福中不知福啊。咱们来读一下啊。塔吕拉马尔梅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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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贝提拉破吉。苏贝提拉破吉，苏贝提拉破吉，苏贝提拉破吉， push。再来一句，说于迪呢，于地方国家，迪这个国家，那在这个国家，给包吉布尼，国王吉布，吉是一，布是一个形容词尾性质的，吉布单单一个，强调独他一个，哎，就是独自一个，只有国王一个，国王一个呢，给巴赢给，给是生者，就是人，这个人呢还有丈夫的意思，就是男子，哎，就是真正的人，男子是大丈夫，哎，男子汉。赢给是，而且给是肯定的，说这个在这个国家就只有国王，单国王一个人呐是男子，肯定就是确定。这个话咱们讲过这个故事是吧？哎，那个前头有一个国王的弟弟，哥哥当了国王，弟弟说我喜欢修行，我去修行，到山里修行。后来哥哥死了，人们把他请回来之后荒淫无度，是这个每个人结婚新娘子第一夜他要占有，所以呢那个就是有一个妇女就在当街撒尿，然后这个别人谴责他就说在这个国家呀只有国王一个人是男人，哎，然后看后边啊，这个肯定语气就是说的，因为他为什么用肯定语气呢？因为这不是事实，他要说的特别肯定才会引起大家的这个思考注意，哎，说这个国家就只有国王一个人是男的。后边啊，贤与密他们记你，贤与密他们借你，贤就是其他的另外的其他人，与密国人，其他的国人，一切国人呢，其他所有的国民，那怎么样呢？祛魅引度爱所，祛魅引度爱所，祛魅是妇女，女人，引度就是是女人，爱是一定往前指一个，就是说一定是女人，哎，肯定是女人，哎，这是肯定，就是说这个国家只有国王一个是男的，
其他都是女的，大家都是女的，我在当街撒个尿有什么呀？大家都是女人嘛。结果后来这个男的也不说话了呀，结果回去憋气，后来就起义把那国王给杀了，就是那个故事。你看他这个语法现象就是前边引给，因为他不是事实，他要强调他，所以就加上不单是男，只有国王一个是男的，而且呢，就国王一个是男的，说的特别肯定，这样的话别人就会想他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会引起他思考。好，咱们来读一读啊。余敌呢？给包基布尼给把引给。给包基布尼给把引给。咸鱼米他们借你。皮妹印度爱说。好，再来一句。他亲切地单儿。现在亲切，从今以后。亲是到，切是这个亲切，你就记住，就是从今以后，今后。就是从这个他开始，亲切，从今以后。底单儿就是这样的什么呢？君度着米绝的。君是普遍，一切，所有，到处的走，这就变成了一个副词，形容了一个动词，形容走。怎么走呢？四处走，四面八方走，到处走。你给不需要，给是需要，不需要。既是结束语，又是肯定语气，就是说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像这样到处奔波呀，就不用再到处奔波了。肯定，为什么呢？我给你解决问题。解决什么问题？看后边啊。每马给要借，他们借。美马儿火油，不管是马煤还是美马儿，不管是火在前头，火在后边，反正火跟油放一块就是灯。灯的要不借，是用具，像家里头就是家具，这儿灯的用具就是灯具。他这美马儿啊，还专门指灯油哈，火油在后边专门指灯油，就是用于火的油，美马儿。灯油的工具，灯具，也就是关于点灯的一切吧。他们借就是所有的一切的用具。扩灭夹给东西，这是这个给不是的，不是后边的那个，因为是个动词，的后边不用动词，的后边一定是名词。这个夹日的，这就是一句，说扩灭夹日给，扩摸是我，而且是女性的我，就是说话的这个人是个女性。他呢加上句格，由他做什么呢？夹日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叫一个意思是配合组合，一个意思是提供。它的最基本的意思是组合配合，把什么东西给组合到一块儿，给接在一块儿，这是它基本意思。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提供，把什么结合在一块儿？他这有一个人，你给他提供灯具，把他俩结合在一块儿，提供。肯定语气，你这一切灯具由我来提供，不要你四处化缘了。这个可能就是什么呢？有一个比丘有一生发愿是在佛前要这个供灯，比如说1000盏灯，他每天要到处去化缘、化油、
化什么那些那个消耗的东西，化来了呢，他维持在佛前供了1000盏灯。哎，这个人后来福报很大，当时他供这个灯啊，后来有被一个大概女施主吧感动，哎，或者是国王的王妃啊，或者什么大长者的妻子啊，我忘了，感动，就是说你以后不要四处去那个找油了，不要去四处奔波了，一切灯具呢由我来提供，这是一个肯定语气。后边是动词，翁喜，翁喜，翁就是来，喜是命令词，来吧，来吧，他来吧干什么呀？他那个意的就来了个来拿吧，哎，就是我一切由我提供，你来吧，就是你跟我来拿你的那个就是灯油啊，什么灯具啊，都由我提供就完了。哎，这是拿字，这是一个那个意的时候给加进去的。语法现象就是这个加尔给，哎，就是扩灭加尔给，就是由我来提供，肯定是由我来提供，我一定能提供，哎，你放心，我后边我有这个力量，我一定能提供，所以你就只管来拿就行了。好，啊，上边还有一个米格给，就是不再需要了，也是肯定语气，就是说你一定你不用多想了，哎，我给你解决问题，放心。好，咱们来读一读啊。他亲切地单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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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君度着米格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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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mar给욕제 탐제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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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扩灭加给翁喜，扩灭加给翁喜，扩灭加给翁喜。扩灭加给翁喜。哎，读的时候应该在这个加给这口气停顿一下。哎，你这一切呢，我来提供啊，来吧。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就没停顿，就当成就跟好像是什么什么的什么了就。下边一句啊，却给爱郎婆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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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由你我的牛婆给弄丢了。提肯定语气，这个肯定语气是并不是，他就是为了强调，这就是那一八监借人个牛去耕地，结果怎么的他竟倒霉，也不怨他，怎么的稀里糊涂把牛给弄没了，然后人家就跟他说是你把我的牛弄丢了。提带有什么语气啊？就是这个事实是毫无疑问的，哎，一定是这样的。然后后边啊，郎拉尔亲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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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郎牛，这个拉尔是在又往回，哎，这个就是再一次又一次往回。亲叫勤记，勤是什么呢？是那个给的命令式，那个给啊，应该再加一个上加字撒，在那个爬上边上加字撒，就是那个叫布施给，哎，那个布施，这个把撒去掉呢，变成了它的命令式，就是勤记，就是给，命令他给，说你再给我一个牛，啊，拉尔，再给我一个牛，或者有往回的意思，你还我一个牛。拉尔啊，你还我一个牛，给我回来一个牛，哎，就这意思。哎，语法现象还是前头那个婆给，就是你给弄丢了，所以你还我牛，哎，这个肯定语气，咱们读一下啊。却给爱郎婆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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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郎拉尔勤记，郎拉尔勤记，郎拉尔勤记，郎拉尔勤记。下边再学一点啊，语气词你又称你扎，这个好办，你就是汉字的你，所以这个不用怎么讲啊。扎是声音字，哎，就是又称为你字儿，哎，用于陈述句中间任何一个句子成分之后，除表示语气的停顿外，还表示突出或强调前面的成分，就是一个突出强调。
他如果平常的说过去，哎，那就不强调。他如果在这停顿一下，那就是这个呀，哎，这是强调的意思。好，咱们来看一下啊。俺呢，却给敲引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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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呢，是你的丈夫。那个人他这个认不出来了，或者他模样变了，或者是他这个，反正就是他认不出来了。他这个你是谁呀？哎，我呀是你的丈夫。哎，你要说我是你的丈夫，这就显得太平常了。你认不得我呀？我呀，哎，这强调就是你的丈夫，所以他这个停一下就是强调你还问我呀？哎，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意思好理解，读一下啊。俺呢，却给敲引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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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下边 keep 住你 ，keep 住你 ，keep 住你 ，keep 住你。 ，keep 住你。你先发前边那个咔，发了咔就 keep，哎，不要直接发 keep， 哎 ，keep 就没有下边那下夹字了，咔 keep， 哎，自个儿没事练一练就熟悉了。keep 住你 ，keep 住你 ，keep 住你， ，keep 住你。哎 ，keep 是包括概括，还有一个意思是普遍，哎，包括概括普遍，它这个范围比较大。住是进入，住是进入参与进入。keep 住这是一个名字，如果意思就叫经常译叫遍入天，普遍的遍入天，就是哪儿都能去啊，哪儿都能进，普遍能参与，普遍能进入，遍入天。这个如果译音呢，梵文的译音就是下边那个叫皮纽天，意义就是遍入天，音译就是皮纽天，这是一个某一天的这个天主了。说什么呢？哈南给囊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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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天南天们天人们的里面，在天人们的里面，内有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本来是从这个当中，就是在天人们里面，从这个里头有这是一个基本含义。再一个呢，如果要是后边进行比较的话呀，它代表比较。比较的时候呢，前边讲过用两个词，如果用哪后边比前边这个是同类的比较，就是他们前后是一类的东西，同类比较用哪。如果异类比较用雷，拉撒雷，哎，有这么个区别。现在呢都是天人，所以都是同类，所以比较用哪，有这个在天人里头它比较如何。如果是异类比较，就是两个不是同类，比如说皮纽天跟人比，哎，那就是用雷。用雷呢比较的意思这个比较明显，哪呢用的比较少，所以呢咱们强调一下，说在天人里面进行比较呢，这个皮纽天怎么样呢？是居撇宝，居撇宝，哎，居撇就是勇敢，居撇吧就是勇敢的人，就是结束语，就是皮纽天在天人里面呢是最勇敢的，哎，这是个比较语气。皮纽天在天神里头是比较而言是最勇敢的，就这个意思。语法现象就是那个你，咱们就不用解释了，就是强调皮纽天呐，哎，这个比较强调它。好，咱们来这个读一下啊。keep 住你 keep 住你哈南给囊内哈南给囊内居撇宝居撇宝。好，下边再来一句啊。记谁给底呢？
记塞盖底呢？记塞盖底呢？塞尔盖，咱们前边都这个刚碰到，塞日传说据说，盖也是传说据说。这个记塞尔呢，它这译的是怎么？记塞尔，这个我还字典上没查到，回头这个再问问那个周老师啊什么。记塞尔，他这译的就是怎么，就是有点这个惊奇啊，这个意思。盖底呢，就是这个话，这个声音，盖也可以是话，也可以是声音。盖底呢，就是这是同位语，盖底呢，这个声音呢，记塞尔怎么？这个声音呢，眼皮盖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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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儿子的声音像，像是我的儿子的声音。这个声音呢，像是我的儿子的声音。眼妈妹堵巴呢，眼妈妹堵巴呢，眼妈妹堵巴呢，眼妈妹堵巴呢。眼是我，也可以指我们。妈妹，母亲和孩子，妹是下边下半部，母亲和她的下边就是母子，这个子包括女，母女母子，他这译的是娘儿，母亲和儿子，就是母子。我们母子堵巴是讲过两个意思，一个是非常坏，一个是非常漂亮，一个是坏，一个是漂亮美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痛苦，说我们母子的痛苦啊，就是这个非常坏的经历，非常坏的这个痛苦。我们母子的痛苦啊，萨托纳，撒是地，托是上边，在地上，拿是在地上，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，在大地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呗，撒托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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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呗，在这个世界上啊是没有的，我们母子的痛苦啊，在这个世界上是再没有了，就是我们最痛苦了。由于这样呢，后边呢，他说，可你路人米汤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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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是他呢就是指他的儿子，路人路是歌，人是曲，曲歌就是唱歌，他这就是这样一种组合。曲歌就是唱歌，人呢就也可以说人基本意思是曲，它也有唱的意思，跟歌跟撸一合就是唱歌。米汤不可能，这个查字典也没查出这个，咱们就按照它这个意，就是不可能。这个汤呢本身字典上的意思，一个是广场平地，汤广场平地，再一个就是喝的汤，咱们做的菜汤啊，那个熬的汤啊，跟那个汉语的那个汤发音完全一样，这么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一块平场的平地广场，一个就是喝的汤。这个可能的意思是怎么来的，回头再说啊。就是念就是心想，就是这个母亲呐，听见这像是我儿子的声音呐，又一想呢，说我们母子的痛苦啊，在这地上再没有了，就苦不堪言。他呢不可能唱歌，他没有这个心情，他不可能唱歌，他心里这么想。这个语法意义就是那个你，咱们就不再这个讲了。这个故事忘了，根据这个情况，我估计这肯定是他儿子。他苦是苦，但是就是由于苦逼迫他呢，有可能他就唱了，这个都有可能。好，咱们读一下啊。记塞尔盖底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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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眼皮盖着，眼皮
眼皮盖扎，眼皮盖扎，眼麻妹肚巴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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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沙托那梅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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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尼鲁林米汤样，可尼鲁人米汤样，可尼鲁林米汤样。可尼鲁人米汤样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，咱们把前边读一遍就结束。今天是从这个135页第21句开始的，读一遍啊。眼南给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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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单切讲马去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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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让爱去对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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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秋晨大肚顾脚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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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夹错夹脚卡拉着，夹错夹脚嘎拉着，夹错夹脚卡拉着，夹错夹脚嘎拉着，汉给云丹没狗呢，汉代云丹没狗呢，汉给云丹没狗呢，汉代云丹没狗呢，崎岖绝北记拉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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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得没北心肝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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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绝本大江卡拉贼，绝本大量卡拉贼，绝本大江卡拉贼。绝本大量卡拉贼。再翻到137页第一句。Q 提名 Q 提名 ，Q 提名， ，Q 提名，海人亲协大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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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顾虑这把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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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寻下监督给我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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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罗家你修突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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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顾虑寄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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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米菜你吐塞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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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陪塞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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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包南日松赞诺，给我南里松赞诺，给包南日松赞诺，给我南里松赞诺，第二雪南亲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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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唐丹巴西个娘都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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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体育台日夹片你群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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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话桑娃儿军位，这话三娃军位，这话桑娃儿军位，这话三娃军位，那么啦人大松鸡汤，那么你的松鸡汤。那么啦人大松鸡汤，那么你的松鸡汤，沙拉珍宝云香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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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冷盖多，冷盖的，
能盖到。能盖到。给包腿嘎隆米扎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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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人松对马儿松度红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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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腿腿数地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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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热热心对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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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罗宾白马穷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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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丹马就你他们拉大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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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偏度木带把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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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绿拉马尔麦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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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苏白推拉破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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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扑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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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于迪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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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包基布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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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巴应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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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咸玉米他们借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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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皮美印度爱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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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亲切地单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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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军都着米国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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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慢慢给要借他们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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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烤面加儿给龙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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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却给爱浪破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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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浪拉儿亲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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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俺你却给敲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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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keep 住你。kee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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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你。哈南给囊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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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撇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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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记色儿给地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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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爱皮给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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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爱妈买杜巴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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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沙托那买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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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你路人米汤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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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汤还有这个伸展的意思，不过我跟那个可能联系不起来，以后问了咱们再来补充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吧。